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我嘛只敢会当用这种方法，代表我对阿嬷的心。希望伊老大人会当了解。阿妈伊会了解，伊一直拢是安尼啊善解人意。对，我想讲，哦，无恁车地啊，好啊讲一下。我想要来看杜家村迄个工地，唔通伤伤心。待会儿见，有事就 call 我。拜拜。张俊华这个人算起阁袂歹，这你得好好把握。伫这个世间，有伤侪不幸的代志发生啊！我希望不幸的代志，莫阁发生伫你的身上。可是你若真是安尼想，我劝你对刘叔放手。你是怪我对刘立伟伤过凶、伤绝情，还是？不是，我只是有感而发。这几天我想足多，阿妈的死，互我气起来。人生在世，短短几十年尔，你是安那要为着报复、甲怨恨，甲家己用甲安尼遮尔无欢喜、无快乐？你安尼敢毋是真误？敢讲特别又在刘立伟来对付咱是无？这，我从来都唔相信什么恶人有往报这种的笑话。我卡算也无采取行动。刘立伟，伊到即摆还阁逍遥自在。哪天咱这几年所受的苦，要去找谁讨？我当然嘛无法度原谅阿姐对咱家的伤害，也毋过不管安怎讲，伊毕竟是阿嬷的囝啊。你伤害伊，就亲像在伤害阿嬷。阿嬷即摆含恨离种，敢讲你甲我一点仔责任都无晓？阿姐伊即摆已经有够凄惨啊！我想，伊嘛算是得到应有的教训啊。不如你就放手，假使搁安尼冤冤相报落，我想阿嬷伫咧纠缠之下，伊嘛袂当安心。敢讲，你真是忍心，互阿嬷遐尔啊艰苦？无啥。假使讲，咱若真是要计较，敢讲阿嬷的爱，
要无法度替刘叔赎罪吗？子健，爸，这是阿嬷留落来，咱的祖产的所有权证。我想，这2天你联络律师，看是毋是会当找到买主，甲处理一下。阿嬷这做啊入土，咱就这么紧要将老家卖掉。你叫是我愿意安尼做。我已经问过到走投无路啊啦。你也知影，马上月底就要到了，咱开出去的支票金额也是较悬的，随时拢准备要跳票啊。即马敢若会当望咱的祖产。要毋过，咱若是这么急要卖掉，价钱强抬到足厉害呢。这我当然嘛知，但是敢有其他的办法？我想哦，赶紧联络律师小处理一下啦。咱手头若是现金，对咱总是较有利啦。好，子健，即摆除了你甲妈妈，我无其他的亲人啊。咱一家伙啊，算是一共一条船的，咱得爱互相瓦靠，互相扶持。囝若无，咱就做伙等死哈。爸，你放心，咱一定会渡过难关。哦，拢够济啊吼。大家哦，罗经理，老早，那遮尔晚才来上班？走业务啊，无你叫是我这业务经理是咧做假的哦。安那连上班的时间你也要管？你一大清早唔做工课是咧创啥哈？人伊即嘛是董事长面头前的大红人啦，伊还阁有足侪工课哦要做啦。去做工课，去做工课。董事长最近要督导业务，阮当要甲最近的销售报告整理出来，要交张经理啊。张君华，你无先通知我，你想要摕我一个措手不及哦？我无这个意思，我嘛毋是这款的小李。你是算啥？你想阁要来督导我啊？罗经理，是董事长吩咐我来监督，这是我职务上的责任。大家公事公办，你无需要这样激动啊。又阁是安怎？董事长吼，还阁会看在叔侄份上，给我3分面子。市长的，我来讲啦，我业务部哦，甲你井水不犯河水啦。你卖动头哦，动到太岁爷的头上哦。我无想要挑战你甲董事长的信任问题，也毋过做代志讲究公私分明。以我来看，业务部的成长空间还阁真大。相信以罗经理的经验甲能力，一定会明白我在讲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嫌我的业绩做了无够好呀？事实胜于雄辩，敢讲你要否认这寡销售报表？还阁有，你身为部门的主管，带动士气，嘛是你的责任。大家拢当咧无闲呢，都敢若你一个人上我教，你要安怎做所有人的表率？以后希望你会当注重。张俊华，你要创啥？你要找我前后打小报告哦？我会甲你的业绩据实向上呈报，除非互当事长来顶端。待会儿见啊！你创啥啊？一群蠢猪，唔来业务做得好，害我妈啦，去做工课啦。是。阿姐啊，你袂吼，跟他听伊讲啦。啊，我这业务部以后吼，我拢一直足尽心尽力咧做的啦，无毋对啦。我做业务吼是足无顺手的，所以成绩无好啦。啊，毋过你应该给我一点仔时间啊！啊，我吼，你敢真是有影尽心尽力？俊华，你搁讲互伊听。除了业务衰退3成，业务部的交际业务费嘛增加5成。我搁特别去新南遐调出小巴来看，结果发现这寡业务交际费全部开伫酒廊甲俱乐部这寡无正当的场所。心兰，敢有影有这个代志？确实是安尼。其实遐个项目顶头，我拢记甲足清楚的。
而且所有的交易报销款项，拢是罗经理家己亲手签的。恁敢会记唔对啊？莫随便安尼黑白乱人吼。也毋过顶头真是你的签名。唐生，安尼你还佫有啥物话讲？你实在是互我真失望啦！我甲你讲真，互你去做业务经理，就是讲要互你去遐好好啊反省，毋是要互你去遐食、啉去遐快乐。你即摆当作公司是啥？是提款机还是用老院？我知啦，啊，即即嘛吼，拢听因两个的话啦。啊，我是算啥的啊？啊，因讲的话吼，拢是对的啦。无安尼啦，我规气吼，莫做好啦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生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我知啦，啊，即即嘛吼，拢听因两个的话啦。啊，我是算啥的啊？啊，因讲的话吼，拢是对的啦。无安尼啦，我规气吼，莫做好啦。我即摆哦，若毋是讲看伫我死去的大兄的面子上，我早就甲你赶出罗氏建设啦，还佫有通互你在遮咧做业务经理？啊，你无爱来做甚？上好，较免互我看到你规百岁。董事长，你先莫生气啦。我想罗经理嘛毋是挑工要气你的，啊无你加有一点仔时间，等伊做了较顺手了后，无得较会互你刮目相看呢。俊华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是。只要罗经理去配合，我会尽全力互业务部送轨道。我想伫短时间内面，要让业务提升起来，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吼。哼，你是哪根葱哪根蒜啊？啊？哼，讲的哦比唱的更好听啦。你这个人真正是唔知好歹哦你，啊！你着看人是安怎咧做工课。我这个人上重视的就是人才啦。你的办事的能力若是强，我就重用你；你的办事能力若是差，就算讲你是我的亲情啦，我嘛袂当讲放你带遐了乌白来啦。长生，我希望这摆你要好好啊自我反省，真真正正改过自新，我知啊。去保养你的代志啦。俊华，是。这个长生吼，我对伊也是袂放心。以后业务部的代志吼，你都要加甲督导一下，甲顾较安呢。我知。小林，来，啉饮料。刚才食便当有足喙焦的。歹势啦，之前公司伤计无闲，实在无时间好好陪你，你莫介意哦。无要紧嘛。公司即摆情形真歹，我逐工都爱走客户以外，就是爱替爸赚钱。即摆月底就得要到啊，月底还佫付足侪钱的，卡出讲若转袂过来，盘势就会倒啊。就是啊，我知影有真侪同事私底下开始咧找头路啊。这嘛袂用怪因啦，人总是爱为家己想。那安尼你打算要安怎？总有一天，我袂顾我老家牵着我的鼻子走，我一定要行出家己的路。卡出讲，若有真正一天，你敢愿意甲我斗相共？当然啦，只要是甲你斗阵的每一天，我拢真愿意甲你斗相共。喂，你好，是，加起了，一个买主啊，好，好，我随通知董事长，多谢啊，多谢你，多谢。什么代志？老家做厝找到买主安尼。真是的哦。啊，安尼月底几张票就踅过来啊！你豆豆食吼，我等你将这消息讲互干姐知影，有闲再搁甲你联络，吼。阿董诶，这是买卖合约书，请你看卖。种种若无问题，请你签字。这个条件我实在是签袂落手。
过一个方面，对方是毋是会当加淡薄？对方的态度强硬，我嘛一定尽力。歹势哦，尾用是啥？唔知有方便将伊的资料给阮无？尾方嘛伫咧遮，你若愿意，我愿意请你来甲你见面。哦，那安尼上较好啊！当面吼，甲伊讲看卖，无定着有更较大的议价空间啦。好，请你稍等。是你啊？紧签你，我已经甲本票交律师啊。你若签煞，恁钱摕着当走。无使，你哪会安尼甲阮爸讲话？爸爸是你咧叫，甲我什么地带？我今日愿意摕钱来买这间厝，已经足有够意思。我也无一定爱卖你啦，我会当摕去卖别人啊。哦，咁安尼？恁这栋租厝，阮明知走了放风声出去啊啦！恁若无要卖阮哦，应该啊嘛无人敢买啊。你即马是咧甲我顶路卖哦？刘立伟，老实甲你讲啊，阮总裁上大的心愿哦，就是看你倒落去。伊今日之所以愿意安尼做，完全是带念当年老夫人哦，照顾因家底下两个人的分享。甲这栋厝买起来，我对阿嬷嘛总算是有交代。老董事长，以后请你好自为之啊！做人哦，多存善念，也若无就莫怪别人哦对你无情。要买也无爱，你家己做决定。老董诶，这下表今仔日的代志，我留你会记条条。李博山，我爱你为今仔日做出来的代志付出代价。哇，这水的呢，有花有草，超浪漫的呢。伫这尔啊浪漫的气氛内面哦，假使讲会当有淡薄音乐，就搁较好。你唔通甲我讲，这是是我特别安排。这首歌的名就叫做《献给挚爱的你》。怡娟，你是安怎？无介意无？从来都无人安尼对待过我。天哪，我哪这么啊幸福啊！怡娟，我爱你一世人，甲我做伙。我从来都唔知影，找到真爱会这么啊幸福，这么啊快乐。博山，你讲这款的幸福，敢会伫咧10000年就安尼无去哈？袂啦，对无？那呢，你会永远这么啊听我，对无？
你哪就行较紧啦？敢若有人在甲咱军装？军中啊，敢要是歹人啊？义军，你踮咧车顶，千万不要落来，听到无？哦好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你玩什么？你走啊！你走了！要唔要报总裁？总裁，博士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，去过路嘛，一日都莫互因走去。是，紧着啊！是。迄个人应该是有备而来，可能伫第一山骹就开始军装咱。你想，敢会是因为伫生理上你甲人结落来温暖啊？真歹讲，也毋过我伫外面冤受人袂少，我惊你以后若缀我，会受到我的拖累。喂，你是想要借这个机会甲我甩掉哈？我是不准你安尼做哦。人不管啦，不管我是什么款的代志，我一定要甲你做伙，我袂甲你分开啦。你袂惊是无？我袂惊。唉，辛苦这么济日，加载无白了工，这个 case 总算是互咱接到啦。对啊。也毋过，咱用遐尼低价钱将工程标落来，一点仔利润都无啊，等于做白工啊。其实袂啊，若为好的所在想好，嘛算是咱公司跨出一大步啊，有一个新的开始嘛。苏林讲了无毋对啦，志坚啊，你莫计是这个 case 无啥物了不起啦。以咱公司目前的状况来讲，外口的大 case 利润较悬的，大概也轮袂到咱来做啦。话是无毋对啦，也毋过，爸，有一句话我知影你无想要听，也毋过我是要甲你讲，以咱公司目前资金周转的情形来看，还是真暗。假使若有啥物万一，咱若无趁钱，跌倒来倒了，若是安尼，咱公司真正会挡袂掉。这个顾虑我毋是毋捌想过啦，但是我心内真正的计划是，咱若接 case， 一边接一个，好好啊做，由小做甲大啦。我就唔相信，以我刘立伟伫业界几个10年的经验，几个简单的 case 我武袂好势，所以恁放心啦。这2天恁2个加班真辛苦，较定啊，回去公司以后，若无啥物代志，提早下班，回去歇困啦。好。这附近有一个客户，我想要去拜访一下，我就要回去公司啊。志坚啊，若无啥物代志，较早回去厝，找时间陪你妈妈啊。好，我知影。我先来啊。好。刘叔，拜拜。讲了遐尔好听，无资金是要搁徛起来有遐尔简单哦。哎呦，你哪就安尼讲啊？真无简单就接个 case， 那就甲刘叔泼冷水啦。你唔捌啦，我是讲实在话尔啦。想袂到，伊想只好干去后今仔日，遇到遐尔小的 case， 就敢捡着宝共款。哎呦，好啊，人莫搁讲遮啊。哎，今仔日真难得哦，提早下班，不要来去吃大餐，行啦。哎，你敢知啥物原因啊？咱两种讲。对啊。哎，经理早。经理早。经理早。张俊华，你看你做的好代志。兄弟，我
再打电话你哦。什么代志啊，罗顾问？什么顾问啊？我就知影哦，你从中挑拨啦，互我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啊，还佫吉日生肖，手边的业务吼，拢爱交出来啦。好啊，我为一个副总吼，一路安尼讲话，啊你怎安尼一路吼攀升啦哈？我要一路攀升嘛，毋是我能决定的啊。你若有问题，你去找董事长嘛。你煞煞啊清清气气啦，若毋是你点样话一个面头前吼搬弄是非，我会去人诱落来，所有的职务吼会去人办甲安尼清清气气。你嘛拜托的，你这人咱无爱家己反省一下哈，一定要将责任赖伫别人的身躯顶啊。董事长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呢，若毋是因为你每一遍所犯的错，拢造成公司真大的损失，我相信董事长嘛无愿意讲你的急啊。老实讲啊，伊做这个决定，心肝来偌痛苦，你知无？是啊，伊痛苦吼，我嘛痛苦啦。啊，看起来哦，你上快乐啦。我来讲啊，这间公司哦，讲起来嘛是阮老家的产业啦，莫叫是吼有你一个，佮加上迄李新兰，就想要分一杯羹啦。只要我罗长生伫个吼，一定会拼命保护阮老家的企业啦。哼，你想都免想啦！哼，我要看你吼，能够称心如意到几时啊？哼，反甲讲袂顺车。哼。陈先生啊，拄仔讲到倒哈？你小等下，若有时间，陪我斗阵出去好无？你无看代志遮尔啊多啊？你著袂使小甲我体谅一下，我真忝呢。哎哟，人着还袂甲你讲要去倒位，伊就不耐烦了。我只是想要叫你陪我去阮阿姨遐一个啊。好啦好啦，准拄煞，莫去。你去你阿姨遐是要创啥？也毋是阮妈，阮妈就无聊呢，走去阮阿姨遐，叫阮阿姨介绍男朋友互我，所以我就爱去阮阿姨遐走一转。安尼真好呢。你若有新的男朋友，就袂甲我过甜啊。你就无聊的呢。人会带你去，就是想要互因看到你，互因放心吗？安尼阮妈就袂烦我。也毋过，我嘛毋知影确定有代志啊无啊。做你放心，我已经替你看过啊，你今日一项代志拢无。好啦好啦，你都不能去一个啦。我找你来去熟悉阮院长啊，伊嘛是做生意的，凡事对你有帮助哦。你院长是咧做啥？伊是做芳姐，真够趁钱哦。凡事会用叫伊甲咱公司斗3工哦。来，食水果啦。来，唔通客气哦吼。谢谢阿姨。多谢阿姨。苏玲啊，你是足害的，你甲志坚吼交往遮久啊啦，你嘛应该互大家知影一下。阿姨是安尼啦，我甲苏玲还阁真少年，一切拢想要等经济基础较稳定了后再阁讲。少年人吼，就爱先成家，才来立业。你唔才有心定落来，通好啊工作啊。就敢若我甲恁吼院长共款。好啊好，莫当我来讲规步啦。人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啦，莫定定哦摕家己咧甲人比。苏玲啊，家来去灶骹，甲阿姨斗3餐，好无？好啊好啊，我想要食阿姨煮的菜啊，我甲你斗3工。好。志坚啊，恁继续讲，中昼前转来食饭，好。多谢阿姨。对，志坚啊，什么房地产哦，愈来愈好。你看，即摆若投资敢会好？院长啊，卡叔讲哦，你若真正有心想要做房地产吼，无你考虑甲阮爸合作啊，入股阮的公司，安尼哦，就会当做房地产的踏脚石啊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卡叔讲，若做出苗声了后，你会当考虑要加码投资，或者是另起炉灶。卡叔讲，当然啦。万一若是无趁钱吼，你随时会当退出，嘛袂损失啊。志坚，我就是介意你种做代志的阿三，你安排一下时间呢，带来恁公司参观看卖，先煞介绍恁客户到我熟悉。假使讲阮两个来讲了投资啊，我凡事照一把资金要投资啊。是，院长，我马上安排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拍电话要简报的资料有传好势未？爸，你放心，拢准备好啊。我想咱用平常心来对待就会赢了。
唔知安怎今仔心情个日日咧紧张呢？你这个未来的姨丈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啦？哦，其实伊个人真豪爽啦，袂像咱之前所接触的经理人吼，遐尼弯弯翘翘啦。若讲较简单的吼，就是伊做人真阿萨利啦。假使讲咱会当利用即摆机会吼，好好吸收伊的资金，那呢以后对咱公司的业务吼，应该有真大帮助。你讲那无唔对啦。在这个咱上困难的时阵，有人肯给咱投资是好消息啦。志坚，这边你做得真好。哎，爸，伊来啊！姨丈，老大。嗨，姨丈你好，欢迎你大驾光临啦。啊，我号做刘立伟啦，磐石建设的负责人。安尼啊，哇，搭档诶，早就久仰大名啊！啊，今日交了哦，歹势，莫遐客气啦。我先带你去阮公司参观一下，然后再好好向你做一个简报。啊，好，啊，我慢慢带咯。歹势啦！哈，拄啊叫客户救的唔忙啊，啊时间有耽误着。真实的啦，已经害你等几啊遍啦，后座我唔敢。是我较歹势啦。你最近才无闲，搁爱找时间陪我食饭，你足辛苦的。莫安尼讲啊！安怎啦？你昨暗搁加班啊？哎，无法度啊！即马我一个人身兼数职，一方面要补罗长生的缺，负责业务的工作；一方面杜家村搁要开工啊，逐工拢咧无闲开会赶进度，甲厂商进材料。哎呦，我已经根本唔知影倒面床的感觉是啥物款啊！实在有够希望家己一工有48点钟通去工作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！我转来甲董事长讲看卖啊，搁请几个甲你斗相共。袂要紧啊，我暂时还阁会堪的啊。虽然讲董事长当咱的面一直无讲啥，也毋过我知心肝内其实足痛苦的呢。要支持一间遮尔大的公司，啊无偌侪人会当信任，我毋甲斗相共，啥人会当甲斗相共？对啊，天公伯也实在有够无公平的。你看董事长人遮好。也毋过，伊的身躯边煞无一个伊会当信任的人，伊干那一个孙仔尔，孙仔阁遐尔不成才。唉，这拢是伊的家内事，咱是会当讲啥呢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俊华，我煞困去，我失了。无要紧啦，你阴暗是毋是要阁转去加班？要无我去陪你。免啦，你较早转去休困。哎呦，咱之前毋是有讲过啊？不管讲安怎辛苦，咱两个人拢爱做伙啊。我有讲过啊，只是讲啥啦？喂，我来讲哦，你莫阁交我钱啊，啊无我歹睬你。你敢知影？我足感谢天公伯啊，互你出现伫我生命中。安尼就好诶啊，安尼咱就要彼此更珍惜对方。我会珍惜你。总裁，我已经查到遐个人的底细啊。哦，因是啥？因是老爷子伫台湾的挽手人。这个人即马拢已经找到咱遮来啊。总裁，你看咱是毋是爱采取一寡行动，互因一寡教训，互因知影，咱嘛毋是好掠的啊。我无想要打草惊蛇，以免弄巧成拙。你是毋是咧顾虑伊俊安危？这件代志我无想要甲伊牵连入来，无必要去拖累伊。总裁，以牙还牙，你以前毋是用这款态度咧做代志的。假使讲咱今日来无甲创作转去哦，对方会感觉咱足好欺负的，安尼对方伊哦。这寡代志，敢需要你来甲教？也毋过，我感觉总裁顶回叫因拍的时阵吼，若毋是因为伊俊伫你身躯边变你的罪哦，以你的骹手吼，我想迄几个时间。讲啊！我无想要听。歹势啦，算我假讲啦。恁在江湖身不由己啦，伊俊哦，伊是一个外人啦，若是要甲伊交往哦，请你小考虑一下。哎呦，潘公公嘿，足芳嘞。小赵，来，新奶奶，你推在吃。多谢，多谢。哎，都甲你讲无你的份，这个阮怀啦，怀啦。哦，我啉汤的噻。谢谢。会使，今日吃，哎呦。哎，都甲你讲无你的份，你是安那啦？哦，
乖呀，这是妈妈专工要替恁两个补，哪会用互恁食？一人一支啊，紧吃，趁烧。歹势哦。啊，对啦，少年人食较济啦，每工加班足辛苦的。恁某透早踮咧灶骹无闲吼，煮咱汤派哦，甲嚼清气溜溜，紧。哎，你搁敢讲吼？你著敢若会晓泡茶啦，看报纸啦。哎，今日若毋是新人来灶骹啦斗相共，我看咱这顿是早顿啊。无啦，我和你斗相共是应该，而且我会当在灶骹甲你偷两步啊，才有这点鸡汤吼。哎，等我下便来的时阵，我会当煮互恁食看卖啊，看我煮了好无？哎呦，你甲看，哎呦，遮尔啊乖巧捌代志啊，绝对是一个好媳妇。新兰，你咧想啥？无啥物啊，我只是伫咧想，我已经足久无遮尔欢喜过啊。规家伙啊，会用斗阵咱咧食饭，足亲像阮兜以前过年伫咧围炉共款。也毋过，自从阮兜出代志了后，这种感觉已经离我足远足远。你若介意这种感觉，你用逐工安尼过啊？你咧讲啥啦？我是讲诚实的啊。拄啊，阮爸妈嘛毋是咧滚耍笑，你莫看因两个人嘻嘻哈哈、老天真的款，其实因甲我心肝来想的，拢是同一件代志。这卡手指是伫咧公司生活做客户经理讲买的。真歹势，无真买较大粒的，也毋过我的心意是无限的。你敢愿意嫁予我？我袂顾互你孤单一个人。以后咱做伙生活，无论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拢会陪在你身躯边。你无愿意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。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你无愿意？无啊。我欢喜都袂赴啊！其实我会当熟悉你，是我这世人上幸福的代志。我免奈无愿意，只是你敢会用答应我一个无啥合理的要求？什么要求？我想要等苏玲甲志静两个定落来，安尼时我对苏玲就袂感觉歉疚，还佫有怡娟甲博山。我嘛希望伊会当有一个好的结局。原谅我是感觉，敢若我一个人幸福，安尼无够。我希望因大家拢会当甲我同款，安尼敢袂用的？我敢会用讲袂？新兰，你就是遮尔善良，永远拢替别人设想。也毋过安尼要安怎？我就是爱你这点啦。好啊，我答应你。等到有一天你感觉会用的时阵，咱两个再结婚。真是嘞。多谢你。也毋过你嘛答应我一件代志哦。什么代志？先把这卡手指收落来。这卡手指是代表我全部的心意，我对你的感情。你应该袂连这个古转吼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我一定会甲想啊好。哎，老大，我敬你。来。啊，关于你讲吼要投资日股的代志，我想吼。哎，老邓诶，来这个啉烧酒，莫讲迄个代志啦。妹妹，赶紧啉烧酒。我有教，我有教。啊，啉烧酒归啉烧酒，啊算还算，莫将公司的代志用摕来再讲啦。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酒咱得已经啉几暝啊啦，趁即马咱还清醒的时阵，甲这入股投资的代志讲互定着啦。哎，老邓诶，即摆啉烧酒啉啊气温长咧好咧，啊你哪咧拍歹气温呐？医长啊，你莫生气啦，阮爸伊无歹意，真是的啦，我替阮爸甲你敬一个。老邓，你看，也是志坚较难贵啦，志坚啊，一定我来敬你一杯，来。哎，老邓，你莫咧结甲遐尼紧张，拜托你莫啉一杯啊！啊，咱钱肯定银行也袂放弃啊啦。你看人志坚，少年人咧做代志，真明细，搁稳重，安排叫，结甲遐做势。好，来，莫讲，来，啉。哎，罗副总哎，最近好无？拜托，莫胡白乱叫，我即马已经毋是副总了。哦，先起来做总经理啊，对哇？再先出来哦，多谢。那呢哦，一定要庆祝一个。来，恭喜哦！有啥物好庆祝的啦？啊，那高升的人吼是张君华啦，伊已经是副总的，啊，我啥物拢毋是。张君华，哎，这个张君华去恁罗氏建设才无偌久尔，恁董事长哪会互伊做遮尔重要的职务啊？这个县长的手段吼是真厉害啦，人阿钱吼骗甲戆碎。哼，无啊，你在笑啥？其实咱两个是同病相怜。张君华我是捌甲有春啊啦，伊这个人本来就心机足重的。啊，若听你安尼讲，你嘛捌去互骗过？唔惊你笑啦。恁公司的李新兰本来是我的女朋友，这个张君华趁我伫咧干部工作，我甲李新兰分开的时阵，伊趁虚而入，将我抢走。这个县长的哦，这种代志也做会出来，真正是比屁无梯啦。啊，那迄个李新兰嘛，毋啥物好物，啊送互我哦，我嘛无爱。反正不管安怎啦，我就是唔甘愿。哎，我的女朋友伊凭什么抢走？讲了真对啦，啊伊是凭啥物？来，咱好好啉一杯。话讲倒转来啦，你叫张俊华冲去，这狗亏你吞的路。我足想要来跳这路吧。其实哦，只要咱两个人会当合作，要将张俊华冲落倒，迄是真简单。好，咱来好好啉一杯。来。恁两个叫我投资，团长迄间负责女公司。无啊，我有啥物好处啊？其实，阮磐石建设过去所拄到一寡危机，嘛是叫陷害啊。阮磐石建设伫业界风声其实是袂歹啦，阮所欠的是资金尔。医长，你放心，我的专长哦，就是经营管理，我一定袂互你失望。我保证伫3个月之内，一定互你看到成绩。我相信伊之间的理念一定有法度，互公司改头换面。到时阵若趁钱，嘛是你获利上多啊。耶！讲遮尔久哦，总算将这投资案搞定啊。小快，我这个牵线人今仔日的表现，你敢有满意？满意，足满意的，来啉一个。买啦！有人呢。有人哪有要紧啊？来，你要加油哦！阮姨丈伊哦，当年是白手起家，伊真少看别人会起呢。也毋过我感觉伊真欣赏你哦。真是的。所以以后哦，你会伫你姨丈面头前，加甲我讲一寡好话啊。这是当然的啊，谁叫你是我未来的翁婿？哎，等下咱来去看电影好不好？袂用呢。确定啊，我阁甲阮干爹讲今日的成果啊。看电影，我想以后阁有时间嘛。哦，人想要甲你斗阵哦。连讲啦，我若无赶紧转去甲讲这个好消息吼，伊一定阁甲骂。
好啦。嗨，你甲之间最近无啥物问题哈？无啊，我感觉伊最近变足多，伊对我足好诶。安尼实在足好诶！我本来搁伫咧想讲，假使若是之间对你唔好哈，我连朋友拢无要甲伊做啊。那安尼你甲俊华嘛爱加油啊，紧甲阮离过去。喏，你看，真是假？你哪已经？其实哈，俊华早就甲我求婚啦。什么时阵要结婚？我想搁过一阵嘛啦，等大家拢较稳定才搁讲啊。也毋过也是较早定落来较好，遐免到时阵咯。到时阵搁安怎？我是讲，我先伫咧遮好好祝福你。安尼嘛麻烦你替我甲志坚讲，我伫咧遮恭喜恁咯。等甲你要结婚的迄一天，我甲俊华一定会送恁一个大大的礼。好，这是你讲的哦。喂嘛，是我。较细粒，较细粒。哎呦，你搁啉烧酒啊？无啊。较细粒。对，就是琉璃话啊。好啦好啦。伊今日足欢喜的呢。莫走啦。我今日的心情实在是足好的，你陪我开讲。好啦，志坚，你是咩安尼？你这身躯啊吼，足胖的，较听咱的。哎呦，志坚，你莫安尼啦，较紧来坐好，来遮坐好，紧来，哎呦，你莫安尼扫兴啊！哎呦，我已经足久无遮尔啊欢喜啊！恁医疗的钱入来，琉璃画面哦，都无遮臭啊啦！你知嘛？我足烦的，足烦。哎呦，你嘛毋免啉到安尼啊，安尼真伤身体，你知影无？你莫安尼讲哦，我是陈志坚的，啉这点仔酒，无算啥啦。志坚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今仔日走去找新兰。新兰啊？真久无看到伊啊。对啊。伊最近啥款啊？我今仔日哦走去找伊，佮甲伊讲，咱两人要结婚啊。结果你又安怎？人张俊华嘛向伊求婚啊，而且伊佮送新兰一卡足水的订婚手指，你知影无？人毋管啊，到时阵你嘛要送人一卡。结婚哦？结婚？佮啥人结婚啊？哎呦，你哪最敢安尼啦？我是讲张俊华向新兰求婚啊啦。张俊华？对啊。哼，我讨厌的张俊华啦！张俊华伊算啥呀？我甲你讲，我一定要将张俊华拍落去18层地狱啦，互伊永远无得翻身啦！你讲什么啦？张俊华，哼，我一定要互你死！我看你会当欢喜偌久，哼。志坚，你烧酒醉啊！你唔通安尼黑白乱讲啦！新兰，你相信我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一定要将你抢倒转来。你是我的呢，新兰。你甲恁阿姨讲啊，讲咱两个要结婚啊。假使讲你院长若无要投资阮公司哦，潘氏就会倒去，潘氏若是倒去哦，咱两个就死咸安尼。若是安尼，我相信你院长应该就会管啦。我无听唔对吼，结婚哦！我甲你讲哦，我甲志坚要结婚啦！真实了？日子还袂定啦，也毋过已经有这个暗算啊。安尼真恭喜你！所以以后你也甲我斗相共啊，伫伊的面头前甲我讲一寡好话。这是当然的啊，想到你是我未来的红嫂，你还是无法度将新兰放袂记。新兰，你真正讲的话，拢是咧骗我。新兰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淑玲，淑玲。淑玲，
你是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莫安尼甲我吓惊啦，紧甲我讲啊！到底是安怎啦，淑玲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是毋是搁甲之间冤家？你毋是今日才甲我讲你要结婚啊？哪会暗时啊就变甲安尼？我替你敲一下电话，互之间叫伊来接你。唔免啊。淑玲，你相信我好无？处理代志袂用安尼啦。假使今日之间伊若是做毋到啥物代志，你都应该大声讲出来。你爱甲伊据理力争，毋是安尼一直咧忍耐，然后家己担要遮艰苦，你知影无？不管我安怎做，不管我搁安怎打拼，我嘛拼你袂倒。青兰，假使你真是想要甲我斗相共，爱紧答应俊华的求婚，愈紧愈好，上好明仔载就去公证，好无？我拜托你。即马就有安尼做，之前才会对你彻底绝望，若无伊永远拢无可能实现。你咧讲啥？我听无？我甲俊华，还佫有恁两个人，根本就是两件代志。假使讲感情袂当互相信任，你要伫这份感情要创啥？搁再讲，假使讲之间伊一定安尼颠颠倒倒，你是安那遮尔固执，一定要爱伊咧？你莫搁讲啊，好无？你莫搁对我讲迄寡大道理啊！我已经挡袂牢啊！我真讨厌看到你结做啥物代志拢捌共款，其实你一点仔拢毋捌啊！好，你讲我固执，那呢你咧？你甲我讲，你想哪毋答应俊华的求婚？你到底咧想啥物？你想要甲因两人斗阵交往？我无，淑玲，我毋是迄种人。那我是安怎？你就是安尼，一直反去反倒，之前才会无法度将你放袂记的。你敢知影你甲我害到偌凄惨？我的囡仔嘛，互你害死，你知影无？囡仔？什么囡仔？我甲之前本来有一个囡仔，也袂出世，就因为你的关系死去啊！而且我真有可能无法度搁有生啊！发生这尔大的代志，你哪毋较早甲我讲诶？我是要安怎甲你讲？你这个人逐摆都安尼，一直咧做好人。你甲我害到足凄惨的，你敢知影？我敢若活伫咧地下内底呢。好，行，咱即摆就来找之间，大家将话讲个清楚。你要去倒位？你莫搁搬戏啊，敢袂用的？你有搁想要伫咧之间面头前夹无辜？淑玲，你哪会变甲安尼哈？是安那将责任拢撒去别人的身上？假使讲真是今日无我，你甲之间就应该幸福啊上。感情毋是安尼生的，毋是一直忍耐甲退缩。假使若毋是因为你家己安尼，我想你甲之间的关系无得靠。你莫搁讲一寡废话啊！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我莫甲你讲啊！淑玲，淑玲。安怎？好食无？好食。以前我胃口拢无甲偌好，也毋会拄着你啊，我就讲我变做大胃王啊。迄是当然的哦，一个人食饭哦，免哪可能有胃口。那呢以后陪我食饭的任务就交代你哦。谢谢。好啊，来，就安尼，安尼啊。喂，这件代志你处理，今仔日是礼拜我要休困。
裁什么时阵礼拜？我缀伊遮尔啊久，伊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啊。一定是怡娟啊，救伊，再互总裁哦无要做事，变甲甲以前无共款。5早，你的咖啡。昨暗困了好无？无失眠，困得真好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昨暗敢想我？想你哦，你莫恶心啊好无？困到袂赴啊，哪有迄个时间想你啦？迄就表示咱做伙时间还阁无够。下班了陪我来坐坐。我袂，我有代志。你今日毋是免上课？免上课嘛袂。等下，你哪知我今日免上课啊？哦，你甲我头条早着无？我不管啦，我跟同学约好啊。你的同学，你要甲相出去？同学就同学嘛，你哪就管遐多？咱是重要的人，就甲取消啦。我无爱，我就是要甲我的朋友出去。我阁讲一摆，打电话去甲你朋友取消。你无啥啦，你现在要干涉我的生活啊？而且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因为你爱陪我。拜托的。我已经伫餐厅定位啊，下班了做伙过来。我无答应你啊！你哪会使安尼大主大意？喂。气死人！气死人！搞什么东西啦？这你阿爸的人，自大个狂妄，我才不爱食你这套嘞！气死人！气死人！你博山，你土一啊！讨你死！讨你死！怡娟。做啥啦？总裁要找你啊！哎呦，别烦啊，别烦啊！连丢到吃饭的时间都不放过。总裁就是要找你甲伊斗阵食饭啊，而且伊阁叫什么饭店的外汇哦。我才无想要食什么饭店的外汇，好无啦？我只是想要家己一个人静一下。原来你遮尔啊讨厌阮总裁哦，也毋过我看总裁对你足认真的呢。哎呦，我也毋是讲讨厌伊啦，只是我足无介意，伊安尼伫咧管我。我自细汉就是孤儿啊，自由自在习惯啊，永远有一个人一直安尼甲我约束哦，我实在是袂习惯。哎呀，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也毋过阮总裁个性就是安尼啊。伊一向哦是唯我独尊，说一不二，做代志也阁以敬雄准为原则呢。只要你甲阮总裁啊会当斗阵阁较久的哦，你就会知影啦。以我看吼，伊即马对你的态度吼，只用伊平常时的功力的30%。30尔？哎呦，我是要安怎？我上讨厌人甲我管啊，你去甲我教，我要安怎？我是你较巧，可以钓几只嘛好。总裁上无耐性啊，我看伊以后一定袂搁再为难你啊。你上好，来去看者。喂！你走去倒啊？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下班以后踮门口等。是安怎啦？你等者，你就遮无欢喜啊？你这是啥物态度？爱我等，你毋知先敲电话啊？喂，你即摆对我一点仔耐心拢无，以后哪有可能对我好啊？那你讲，你是调故意哦？我就是调故意安怎？你若无说，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我就是调故意安怎？你若袂说，你敢知影我偌烦恼？卡孙若要叫我承担失去你的痛苦，
不如对即摆开始，你就莫出现伫我面头前。三不过是安尼出来散步嘛袂歹啊。是啊，也毋过你即摆遮尔啊无闲，我看哦，若要叫你陪我出来散步，无得卡我的预约挂号。袂啦，我明仔有可能和我的女朋友连散步就甲我预约。毋管我哪无闲，我嘛一定会找时间陪你。我跟你滚耍笑的啦，不管安怎讲，当然是以公司为主啊。董事长遮尔啊看会起你，啊，搁有迄个度假村计划搁遮尔啊大，对罗氏甲明基拢足重要的，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哦。做你放心啦，伫咧公事上，我绝对袂马马虎虎。对啦，博山最近安怎哈？伊拢无打电话互我，嘛无甲我联络，毋知影叫怡娟即摆啥款？我看因两个人应该相处了袂歹啊。前2天啊，我搁看到怡娟一脸幸福的样子，你知无？我搁来讲伊甲博山的代志，是毋是爱甲阮爸爸妈妈报告一下？伊搁讲坏呢。我看这是即世人第一遍知影啥物叫做歹势。是真是歹势，还是惊恁爸母烦恼啊？我听讲伊之前甲博山出去，敢若出一点仔意外。应该袂哦，我毋捌听怡娟讲过。那是当然的，博山嘛袂将这种代志甲我讲，其实是天俊甲我讲的。只是毋知是啥物人，敢若挑个月要找博山的麻烦。应该无代志啦，是你想伤多啊。新兰姐，来，食一点仔水果。多谢。怡娟，即摆拢无人啊，你是毋是会用甲我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新兰姐，你甲博山是姐弟啊，也毋过恁两个人个性来差济，你的人遮尔好，搁遮温柔，也毋过博山一点仔拢袂体贴，啊，搁话要歹死，足讨厌。恁两个冤家吼。你是毋是想要找我讲讲的？也毋过你啥物拢无讲，我嘛毋知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是免怎甲你斗相共。我来挂保证，虽然博山是阮小弟，也毋过我袂偏心哦。你甲我信一个。伊哪会安尼生啦？总裁，莫阁啉啊啦，安尼啉哦，身体哪扛袂去。你转去，莫管我。明仔早起爱阁开会呢，总裁较早休困的啦。咱着为着查某人咧啉酒咧。谁讲我是为着查某人咧啉的？以我甲你的默契哦，我免哪有可能毋知影。你是知影啥？我真无简单，才为着一个人打开心房，也毋过，伊却无当作一回事。安尼你就无应该甲家己袂得过啊！伤冤啊！伤冤啊！袂慢，只要总裁会当将怡娟放袂记哦，就一定会当恢复甲较早同款的生活啦，无遮无聊的情绪啊！我知影，你一定做会到啊！我的生命有伤侪不堪的回忆，只有怡娟，伊会使互我快乐，互我希望。就是因为博山自细汉一直甲亲人分离，所以伊对人生足无信心的。也毋过我咧想，伊一定是因为足重视你、足在意你的，所以才会惊你搁离开伊，才会动手甲你拍。因为根本就毋知影要用啥物方法来表达伊家己内心的恐惧。你敢袂用原谅伊？其实这样代志，我嘛有唔对，玩笑开得太大。
迄个阿图，我甲你讲，你稍等我一下吼，我找看卖。迄份阿图，我甲你讲，安尼好无？你等我5分钟啦，确定我来找着我敲电话你，吼，好，拜拜。这个戆查某将物件囥咧倒去。大小姐，即摆拢几点啊？哈，你到即摆才来上班哦？你上的是啥物班啊？拜托，你会使莫将你私人的情绪带来公司无？我知啊，所以我才会来上班啊。你一个咧无欢喜啥的啦？好啦，是毋是我做毋对啥物代志，互你受气啊？莫受气，我甲你下失礼。你若毋是真心要向我道歉，讲100遍嘛无路用。你是安怎啦？平常时你毋是安尼，我著甲你下失礼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我就是想好讲话啊，才会有今仔日这款下场。你若真是有心，袂拖到今仔日才向我道歉。好啦，准煞，凊彩你要安想啦，紧用职员拿刀甲我找出来，我即摆要治啦。我即摆无闲。你咧讲啥？阮院长打电话来讲要甲你食饭，伊叫我甲你斗阵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你会当打电话互我就好啊，我会当开车去恁兜甲你接啊。我本来嘛是安尼想。来，好当，我敬你。以后哦，莫定来叫啥物好当，啊叫义长，知无？因为搁免偌久哦，咱就是一家人啊，哈。是啊，医长，我先干为敬。医长，等我甲志坚结婚的时阵，你要做阮的证婚人哦。这当然好啊，淑玲啊，自你细汉哦，我就将你当作亲生查某囝共款。我不但会甲你证婚，而且我会包一个大红包互你啦，哈。多谢医长对阮的照顾。是啊，唔知影到时阵敢会有婚礼？无啊，少年啊，到底今摆是伫讲啥？医长，主任的意思是讲吼，唔知到时阵阮的婚礼有关系啊特别啦。真乃就我问啦，时到恁的结婚典礼哦，迄场面我一定要办得大，办到正老才正好讲。自从将我投资办这建设公司了后啊，志坚哦实在真有才华，表到袂少的工程啊，哇，实在真欢喜啊！医长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，我免来当辜负你的期望呢。志坚啊，你也真客气，少年啊，你看像志坚哦，这么有才华，这么有创慧，这来做你的安婿哦，是你前世人哦，烧好香得来知无？爱好好保重啊！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将车开来。唔免啦。还是咱斗阵来去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今仔日唔免送我回去啊。安尼，你无要离去公司啊？我想要请假几工啊，好好休困一下。苏玲，到即马搁咧受气。好啦，小甲骗一下。若是伊伫医场面头前讲我的歹话，安尼我毋就前功尽弃？陈志杰，原来你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，你根本就无爱我，你只是想要利用我尔。青春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甲心肝底离杯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
拢无怨气。